你係咪成日有呢啲唔舒服？又或者係呢啲問題困擾你？除咗西醫治療，中醫可唔可以幫到我？呢個時候，中醫嘅三伏貼就可以幫到你。三伏貼係結合咗中醫嘅三伏同埋貼灸兩個詞，係揀咗一年之中最熱嘅3日，透過貼灸嚟做治療。中醫生幫病人睇診後，會因應病人身體狀況，將藥餅敷貼喺背部所需的穴位上，利用對皮膚的刺激，令其充血，而達到治療效果。呢個行之已久，達到冬病夏治的療法，可改善個人體質，達到治療過敏和氣喘等效果。